各位兄弟平安。即时咱要来练习今仔日所要吟的3首诗歌。有一项爱分享，就是期待咱每一遍来伫主日进入伫会堂的时阵，你就是要来敬拜啊！你就是要来敬拜。所以，毋望咱咧练习诗歌的时阵，嘛该当作我是咧敬拜学乐。即个学乐无共款的，就是讲，咱毋是用遐另外的诗歌来帮赞。我想牧者咧准备这诗歌的时阵，伊拢有要配合伊的讲章、伊的讲题。毋望咱在吟的时阵，也用你的心、用你的灵，透过圣神的引带甲帮赞，互咱毋若伫听上帝的话得到帮赞、得到教导。咱若要伫吟诗的时阵，对歌词来搁一遍甲上帝相结连。所以期待咱拢用即款的心，所以咱毋是在练习，等大家豆来敬拜。我想咱已经坐伫遮的会友，都是有即款的心志，也毋望咱将即款的心志来分享互咱的兄弟。每一遍，咱用诗歌、用心灵来敬拜咱的上帝。咱站到额头来祈祷。听堂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第6日来，阮着磨做阮的事工。当即时，阮点睛来到伫你的面前，阮要用心、用神、用灵，甲你相结连。求你差遣圣神伫阮逐人的心中，互阮所行所做，拢会当荣光你的名。互阮今仔日的敬拜，诚做芳芳的祭，献上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免。好，咱来吟圣诗281首。好，通常第1首的诗歌，就是咧对上帝发出懊恼、感谢的诗歌。所以咱也用即款的心情、高跳的心情来吟。上帝即时临在，大家同心敬拜。伫主面前虔诚服侍，上帝伫圣殿内。你
首的诗歌是540首，这是咱主日学上得吟的歌，总是咱今仔日游玩要诚侪主日学学生共一款，也咱会顶出去，甲人引带来到伫教会第二。好，主得叫咱人做真光的灯，亲像一支烛火，明时照光明。即世间有黑暗，侪侪人着得，咱着照伊光，一人一角。这首诗歌较无共，就是伫顶头一句的时阵是牧师伊会带咱来唱，所以咱会众就是伫主差遣我，主差遣我，耶稣求你差遣我。每一遍咱拢唱即个谱表的最后一句。咱等下看诗歌的谱表就会知。头前即句，即马是由苏琴帮咱弹即个音，所以咱毋免去唱。主差遣我，即句咱毋免唱，咱是要唱伫第二句的主差遣我。好，咱来试看觅，三来。主差遣我，主差遣我，耶稣求你差遣第二站。主引带我，主引带我，上帝求你第三站。主陪我，主唱我，心是求你唱我。第四站，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奉主生命打出去。各位兄姐平安，请咱大家闭万心来敬拜咱的上帝，请走个。
这里上帝伊的道路完全，上主的话有过火锻炼，我靠伊做盾牌保护因。上主以外，兼有别个上帝吗？阮的上帝以外，兼有石盘通倚靠吗？这里上帝用气力做大下我的腰，伊引带我行完全的路，伊予我的脚亲像鹿牛走，搁予我徛在伫悬的所在。咱1叠3角来吟圣诗281首，上帝即时临在，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即粒咱做伙来祈祷。耶和华，阮伫天灵的爸，满心感谢你，伫即个你专属的日子，全地属于你的百姓，拢应该来到伫你的面前，尊你的名做圣。愿你的国度充满荣光。愿你的旨意行伫全地。爸爸上帝，公园教会是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阮最近这几年看到你要来改变公园教会，主你充满，互公园教会有足足的人才，有足足的资源，
主，阮知你要互公园教会真做新得即个所在的光塔，你要照着公园教会来复兴你的福音的事工。恳求阿爸爸上帝，你大大来赏赐阮公园教会所有为着你福音的事工伫拍拼着磨遮的兄弟姊妹，遮的同工。恳求你大大赏赐，或遮的同工有能力、有气力来执行你的旨意，来传你的福音，互最多人来认捌你，来相信你，搁正做你的囝儿。阿爸爸上帝，阮为着即款的目标，阮有组织侪兄弟姊妹伫执行、伫推动公园教会侪事工。这个事工拢是奉你的名，阮所瓦靠、阮所计划的。求阿爸爸上帝，你大大运行伫即中间，互阮每一个事工拢因为有你的同在，有你的旨意，有你的帮赞，互阮的每一个事工拢伫推动的中间，拢会当得到好的效果、好的结果，来荣耀你的名，佮互较侪人来认捌你，来亲近你，佮较来相信你，正做你的囝儿。主，阮感谢，求你赏赐公园教会所有一切欠缺。公园教会不管你事工方面的欠缺，或者是兄弟姊妹生活上的欠缺，求阿爸爸上帝，你拢一一来纪念这个伫你面前欠缺的人。主，恳求你大大互这个公园教会的需要，兄弟姊妹的需要，求主你一一来纪念。来充满，来赏赐，互遮个人，互遮个兄弟姊妹，拢会当看到你的作为，也会当搁较来亲近你，搁较来相信你。阿爸爸上帝，你祝福阮，你祝福伫阮中间，到永永远远。阮安尼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即条咱要来看启应文，启应文。记载伫启应文47篇，就是以赛亚49篇吼，以赛亚49篇内面，我来替各位兄弟来引。众海岛啊，着听我的话。我伫海里，上主就警告我。伊互我的喙亲像利刀，佮互我正做磨尖的剑。伊有对我讲：“你是我的奴仆以色列。”我就讲：“我拍拼是空空。”要顾我靠上主替我伸冤。我伫海里，上主就做我做伊的奴仆，要互雅各归向伊。因为上主看我最尊贵。伊有讲，你做我的奴仆，通兴起雅各的支族。毋那安尼，我要互你做较大的事，我嘛要设立你做列邦的光。所以，咱要来看上帝的话。请兄弟姊妹注意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到13节。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乌西雅王过身迄年，我看见主坐伫真悬的宝座顶，伊的长袍垂落来，看捌圣殿，伊的周围有撒列弗天使徛伫侍候，每一个有6支膝、2支额面、
两支牙卡，两支做膝背，因彼此呼应，现在，现在，现在，上主万军的统帅，伊的阳光充满全地。门厅的根基因为呼应的声摇拽，圣殿有烟满满。迄时我讲，我有知影，我灭亡啦，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搁住伫嘴唇无清气的人的中间，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上主万军的统帅。第6节，然后有一个沙粒佛飞我来我遮，伊的手用火焰对祭坛顶硬一块热热的炭，将炭捂我的嘴唇，讲：当即个捂着你的嘴唇，你的罪过已经除去，你的罪恶有得到赦免。了后，我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啥人要为着阮去？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伊阁讲：你去甲即个子民讲，恁听阁听，毋过未明白；恁看阁看，毋过未了解。你着互即个子民的心顿、耳孔动、目睭花，才免因目睭看见，耳仔听见，心明白，或倒转来得到医治。我就讲主啊，着偌久，伊因着到城市荒废，无人住，厝无人徛，土地彻底趴荒，一直到上主将众人刷去到遥远的所在，竟来真侪土地受气杀，连迄个所在所剩的1/10的人，嘛要搁受毁灭。但是，亲像绿树、橡树，虽然互人带起来，毋过树顶要留地，树头要留地。迄个树头就是圣的族类。以上上帝的话，请即条咱要来请圣歌队来学了。哦，请咱少年团契，叫咱少年团契学了。诗歌叫做《平安的7月暝》。
愿荣耀归伫上帝。伫这个世间人拢认为无平安的7月份，咱兄弟姊妹有耶稣留予咱的平安，因为耶稣予咱的平安，所以咱一切拢要平安快乐。感谢上帝。所以去，咱要请咱本堂的上面牧师来分享上帝的信息。伊今仔要分享的题目是上帝的呼召。上帝的呼召，请罗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搁一届甲大家相见面。是这2天伫这个宴会中间总是游玩上帝呼召吼。互我原来爱讲道啦吼，所以感谢主，咱嘛有机会做伙来为主服侍。咱搁一届来三甲祈祷。主，我是感谢你，互阮伫万百姓中受警召，真做主的奴仆。我嘛真做主所采用。伫今仔日，恳求主搁一届用你的话语信息来感动阮的心，互阮会当搁一届。想起初上帝你的疼伫阮的心中，互阮搁一届来行主你呼召阮的道路，搁一届会当回应上帝你对阮的疼。愿主的圣心甲阮三个伫地，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圣尊名，阿免。而且这咱毋知敢有经验啊吼，伫咱细汉的时阵咱的妈妈会甲咱讲，阿明啊。你去隔壁甲我买豆油，还是伫咱即马即个时代，可能爸母无搁叫咱买豆油，会讲今日暗时有粪扫车，你去倒粪扫。咱敢会讲好，我愿意。但是咱兄弟姊妹较济，可能讲你叫老大个啦，老大讲换你换你细汉的。咱可能常常无一定会马上回应咱的爸母对咱所讲的话。什么是呼召？呼召就是上帝要叫咱做代志。所以，当咱听到这话，咱的反应是安怎？咱会马上举手讲主我愿意，还是悠然头咧咧，甲上帝讲你叫我紧，但是你叫隔壁迄个，莫叫我。通常，当上帝甲咱呼召时阵，咱的心会安怎想？咱是毋是愿意亲像先知以赛亚勇敢来回应上帝的呼召？今仔日游玩要来伫咱的圣经中间来看先知以赛亚伊一生呼召的过程。以赛亚伊的名是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伊是南国犹大国的人，伊的出身是伫乌西亚王过身的迄当时的日子。这个先知以赛亚伫伊受呼召的过程，拄好拄着乌西亚王伊过身的这个时间。咱先来看乌西亚王伊的一生中间，伊16岁就受警召，成做国王。伫世间的过程，伊专心追求耶和华，所以上帝就互伊的国势真强，名声真大。总是圣经有讲，乌西亚王到尾却骄傲起来，伊认为伊无啥物代志，伊做袂到，伊的国势真强，伊的财富真大，所以最后伊就做一件代志。就是进入圣殿来上主来烧香。各位兄弟姊妹，伫迄当时烧香是啥物人的代志？咱敢知影？祭司吼，安尼大家拢看伊。伊毋是祭司。我想讲是丛林的代志吼。伫迄当时。
上香、烧香是祭司的代志，毋是国王的代志。所以当国王要入去圣殿来烧香的时阵，祭司就甲国王苦劝讲：你毋通做即个代志，因为这毋是国王你应该做的。总是乌西亚王敢有听祭司的话？无呢，伊掠做家己做国王真伟大，所以伊就讲，伊犹原要去上香烧香给上帝。上帝因为即个代志敢无欢喜？毋是讲啥物人甲伊服侍来烧香，上帝就欢喜。因为上帝伫旧约时阵有安排即个次序，国王有国王爱做的代志，祭司有祭司应该爱负责。祭司甲利未人负责圣殿的服侍，国王负责国家的管理甲服侍。所以伫即个过程的中间，即个乌西亚王伊犹原要做祭司的代志，直到上帝就来处罚互乌西亚王伊的头额来发出麻风吼。即个麻风就是一种的皮肤病皮肤病会传染的，就亲像伫咱即段时间疫情是会传染的。所以当迄当时的人来感染着麻风的过程，要安怎？敢有药好医？就咱亲像 COVID-19 一开始，咱嘛无药好医，所以就必须要来隔离，较袂去共传染着。所以就算讲伊是国王，伊嘛爱受着隔离，直到伊无法度佮继续来伫圣殿来服侍上帝。所以伫即个过程的中间，乌西亚王就只好将伊的国事来交代互伊的囝，叫做即个约坦约旦王对打以后，犹大国的国势嘛开始衰微，最后犹大国犹原面对甲北国以色列共款惊亡国的落度的即个结果。所以以赛亚就是伫乌西亚王过身的即个过程，国家犯罪，无听趁上帝话，佮面对亚述国的即个威胁，即款危机的时刻，受上帝呼召，成做先知。所以伊的任务敢有足大的？挑战有大无？就亲像即个汤姆克鲁斯的任务，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各位兄弟，毋知咱敢有想过上帝为虾米要警告以赛亚？咱知影以赛亚伊的出世，毋是一个小人物，伊是王族的即个后代。伊的老爸是啥物人？伊的老爸是阿摩斯犹大国的王，嘛是阿玛夏的兄弟，所以以赛亚是乌西亚王伊的堂兄弟是皇家贵族的亲族，所以伊的人生会当来好好享受着美好的即个人讲王子与公主快乐的生活啦。总是上帝的呼召，毋是看人的外在条件，乃是看人的内心。所以，咱来想看卖啊，那安尼，以赛亚伊到底是安怎来回应上帝的呼召？伫今仔日经文，咱通看到讲，伫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到第8节的部分，其实是以赛亚领受上帝呼召的整个的过程，嘛是上帝呼召咱一个人的一个过程。咱嘛通来看咱的周报，咱大家手中拢有周报咱会当看咱礼拜的听书，台语礼拜的听书。其实咱长老教会礼拜整个的听书的经文的根据，就是为这个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到第8节的这个听书来做安排。所以今仔日咱嘛会当来了解，是咱的礼拜要安尼安排听书。首先，咱来看咱的经文第1节，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遮有讲，我看见上主坐伫真悬的宝座顶，伊的衫垂落来，
看满圣殿吼。伫遮咱会当看到讲当咱礼拜开始先咱敢若真即个严肃真安静，因为咱要听候即个上帝荣光临到咱的圣殿的中间，所以伫即个礼拜开始咱有一个听词叫做静候上帝的话咱要听候上帝要对咱来讲话伫即个第一节的过程嘛是表示即个电乐即个奏乐礼拜的即个开始的即个过程抒情奏乐来，互咱准备心要开始今仔的礼拜。所以虽然今日礼拜有较冲崩啦因为华语礼拜时间有较长总是毋望咱的兄弟姊妹伫礼拜的开始进前，咱拢会当安静心互咱的心莫安尼噗噗喘安尼足紧张的来伫教会若个找无停车位就足无欢喜，气噗噗来伫教会，咱得爱安静心，互咱的心会当来准备来听探上帝的话第二节到第四节，则个安尼讲伫即个天使设立佛来伫即个以赛亚的面前来伫遐阿乐敬拜讲圣在圣在圣在上主万军的统帅，伊的荣光充满全地。伫第二节到第四节的即个过程，拢是代表伫咱礼拜一开始的阿乐敬拜的即个时间。所以咱会唱圣诗来阿乐上帝荣耀的临在甲同在，用连续3摆的圣在，是代表上帝完全的圣洁。这三位一体上帝拢是圣洁无瑕疵的。所以伫礼拜过程，咱嘛拄则有读即个课英文咱有当时也是书会课会众用，也是男课女用安尼的方式。有时咱会安排即个诗班像今日是少年团课，因毋是代表会友因是代表天使咧学乐敬拜上帝。所以伫即个过程，上帝荣光就会临到伫咱的圣殿。当咱敬拜学乐时阵，咱毋是安尼无力无力要唱歹唱，还是安尼无熟无熟要唱阁唱袂出来。咱敬拜学乐就爱准备好势，咱爱诗歌爱锻炼。所以咱的诗班圣歌队拢即个真认真即会在10点礼拜9点就来伫遮练诗歌因为因是代表天使咧学乐敬拜上帝，所以即个过程真要紧。咱会友唱圣诗嘛爱大声来吟唱袂当讲安尼喙客客安尼嘟咕嘟咕安尼，就无敬畏上帝所以伫即个过程，每一个礼拜整个的听词，咱拢爱真用心来伫遮来服侍上帝、敬拜上帝。互参加礼拜像今日嘛有第一届来的人客啦会当感受到哇，咱的教会充满上帝荣光甲同在。接下来到第5节是看到以赛亚伊看到即个天使圣洁上帝荣光临在时阵。伊的反应是啥物？咱若参加华语礼拜即个敬拜学乐真欢喜安尼有当时会拍扑会跳会即个大声喊话，总是伫咱的即个台语的礼拜的过程中间，当咱吟诗学乐上帝，即个过程就亲像天使咧学乐敬拜时阵，以赛亚伊听到这个声，看到上帝荣光。伊并无拍扑安尼大声喊话，伊是讲谦卑伫上帝面头前安怎做一个认罪的祈祷。所以即个时阵咱就看到讲，以赛亚伊是用谦卑的心，因为伊认为伊家己是不配的人，伊无资格伫上帝面前来徛在，所以伊是一个嘴唇无清气的人，佮活伫嘴唇无清气的世界。伫咱每一个人，有当时咱幽怨亲像以赛亚，咱常常会甲人批评，常常会讲白贼，常常有虚假的心，所以咱来伫圣殿
学了敬拜的时阵，咱嘛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来做认罪悔改的祈祷。所以以赛亚伊就讲：哇，我害啊，我害啊！我看到上帝的阳光，我一定是即届死期已经到啊，因为伊知影伊家己的罪，伫上帝面前是无法度来徛起的，无法度来生存的。所以当时咱的思会会做一个祈祷，就是思会祈祷。这个祈祷真要紧，是象征咱人看到上帝阳光，听见这个诗歌，感动流目屎的时阵，伫我每一届听圣歌队吟诗，毋知是安怎拢会流目屎，因为我知影我是一个有罪人，搁互主来使用。所以思会就会带咱人做一个认罪的祈祷。这个祈祷毋是，较毋是讲为着啥物代志来祈祷，较重要的是为着咱整个的群体来到上帝面前，思会就亲像祭司的这个职务，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向上帝认罪悔改。因为思会是象征咱每一个这个整个的整体，伊代表咱全部的人来伫主面前做这个悔改认罪祈祷。所以当上帝看到人谦卑认罪悔改祈祷了后，上帝伊本来这个吹仔机举起来，准备要讲人尻川亲像爸母看到囡仔犯错，哇，讲稍等一下，我去房间，囡仔马上安怎？妈妈，我错了，请原谅我。阮查某囝毋免迄个师母举锤啊，目睭安尼点一下伊就目屎就认出来啊，就马上悔改安尼所以咱的上帝嘛是共款，虽然咱犯错，虽然咱常常讲白菜，讲人的闲话，总是当咱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来悔改认罪时阵，上帝伊会赦免咱的罪。所以当思会做一个认罪的祈祷，上帝看到咱人的悔改，伊就将这个刑罚的心转转做怜悯慈爱的心。第六节、第七节遮就讲这个天使伊就摕一个火炭来捂以赛亚的这个喙唇，互伊这个无清气的喙唇会当得到清气。所以当咱的思会做一个认罪的祈祷的时阵，咱的罪就得到赦免，上帝有缘会互咱定心得到清气。咱感觉追剧啥物是追剧？敢知影？毋是约啥物迄个明星约即个影片有当时咱会看迄个古装剧对无？迄古早时代的影片。当即个大臣来到皇帝面头前。因是安尼像迄百家将安尼行去上帝遐，也是讲安尼头咧来见皇帝。咱若有看拢知影，哇，这个规个拢是安尼跪咧伫咧皇帝面头前，拢毋敢举头。啥物时阵会当头举起来？这个皇帝讲啥物话？众卿平身然后。你们可以说话了，恁会当报告恁的事工、恁的代志。若无拄好，哇，这个皇帝起上去，来人啊，安怎？拖出去斩头啦，这性命的这个 NG 就 game over。所以，伫咱条件上帝的这个面的过程，咱嘛是共款，咱来伫圣殿礼拜，咱嘛是谦卑认罪。悔改，当上帝看到咱悔改的目屎，咱用心来伫上帝面头前敬拜阿乐时阵，上帝一定会赦免咱的罪。就算讲咱犯天条啦，天大的罪，上帝嘛是主爱的上帝，伊有缘会为着咱来施恩，互咱有一届机会来为主服侍。所以伫咱经文第1节到第7节，这
段落，伫咱的周报，咱会当看，就是听候上帝话，对事情走甲开始，一直到咱要读圣经进前，咱拢用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语，做伙同心来敬拜上帝。过来接下来伫第8节开始，咱就看到讲先知以赛亚回应上帝呼召的过程。上帝伫写以赛亚的罪了后，伊开始讲话。伫即个过程，就是礼拜听书，咱读圣经讲道即个时间就象征上帝要甲咱来讲上帝要垂听咱的话。所以上帝敢若甲以赛亚讲一句话，伊无甲以赛亚即个讲道讲要1点钟，伊甲以赛亚敢若讲一句话，讲我通找啥人去，啥人肯为着阮去。所以伫即个过程的中间，咱看到讲，上帝足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要差派以赛亚去为主服侍。当以赛亚听到上帝的即个差派话，以赛亚回应是安怎？伊敢有头继续咧？上帝啊，我无听到，我无听到。你毋是甲我讲吼，你甲我隔壁的人讲。结果我头看，隔壁拢无人咧，敢若我。所以无法度上帝敢若竞选我。所以，咱通为即句话来讲，伊是一句真强调、强烈呼召的话语。上帝为什么要呼召咱人？是因为上帝欠工人吗？其实毋是，上帝爱咱人甲上帝做伙同工，来甲伊做伙来修成福音的五国。那安尼，上帝伊需要什么款的工人？即个执照足济，还是讲有即个学历？读甲 EMBA 安尼，真丰富的人生的经验。其实毋是，上帝需要的工人真简单，只要咱有一个愿意谦卑、愿意服侍的心，上帝竞选人是看咱的内心。毋是看咱的外在，亲像以赛亚伫看到上帝荣光了后，伊谦卑降服伫上帝面前，承认家己的错误甲有限，而且伫听见上帝呼召了后，以赛亚伊无躲闪，伊勇敢来出声回应，甲上帝讲：主啊，我伫遮，请垂听我。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毋知咱伫听见上帝的呼召了后，咱是毋是嘛愿意，亲像以赛亚勇敢回应上帝，愿意行动，成做合主心意的工人？即款的人是有福气的。所以伫咱礼拜听书的第3部分，咱叫做应答上帝的话。当咱听到即个讲道了后，咱的回应是啥物？当咱读圣经了后，咱安怎来回应上帝？咱是毋是即个讲道有够长啦，足忝的，也要忝死。过去我伫新学院读册时阵，常常做礼拜，透早嘛礼拜，暗时嘛礼拜，周间阁有周间礼拜，阁有节期的礼拜。所以，阮老师就甲阮讲：恁敢会感觉后尾礼拜是？规工拢咧做礼拜，恁到底敢知影礼拜意义是啥物？所以今仔日，毋知咱逐礼拜来伫教会，咱敢会后尾礼拜是愈礼拜愈忝？咱是毋是有伫听到上帝话语了后，咱有即个信心甲勇气，咱愿意勇敢来回应上帝？咱要安怎来回应？真简单，伫咱的礼拜听书中间，咱有唱回应的诗。咱嘛有奉献金钱，诚做主所采用。咱嘛伫最后会做即个祝福垂听的祈祷。总是咱敢若注意到祝福吼，有人领受即个祝祷的时阵，手会安尼，毋是伊要甲人祝福，伊是要领受祝福，所以伊手会展开要领受祝福。总是当咱领受了上帝的祝福了后咧，咱要创啥？
咱毋通袂记哩吼，咱的停词有一个所在叫做祝福，个啥物差遣。哦，咱往往拢无看到即个祝福差遣，敢若看到祝祷，然后阿门。哦，囡仔上爱听即个阿门。哦，因为安怎礼拜结束啊，吼，所以唱阿门时阵足欢喜。总是咱爱知影，一个礼拜毋是干那要互咱领受祝福尔。为什么咱要来做礼拜？每一场的礼拜其实拢是一场切恳的礼拜，阿免吗？咱来伫礼拜中间来伫教会，咱做伙来参与即个礼拜，毋是干那要听上帝讲话，了后咱就转去困觉，转去吹冷气，哇，充满信心甲气力，倒伫眠床讲，哇，主啊，我会当休困。其实毋是，咱爱知影，伫教会礼拜的头一日是拜几啊？毋是拜一咯，是礼拜日。礼拜日才是一个礼拜的头一天。咱往往认为讲啊，拜六礼拜是周末对无？啊，周末就爱安怎？啊，出去佚佗啊，吼，啊，伫厝休困啊。拜一甲拜六伫公司，互主管电甲像迄肉鸡啊安尼。啊，所以礼拜就爱好好啊来休困。其实毋是。如果咱知影礼拜的头一日，就是礼拜天，那安尼呢？咱透早来伫教会做礼拜对无？咱领受上帝祝福，伊伫互咱伫拜一甲拜六，公司也是学校，也是伫咱任何的所在，即个足忝的即个心情，也是肉体，会当得到医治，得到透放，定心得到气力，然后咧，为主去做工，为主去到咱所伫的所在，无论你即马是伫公司上班，还是伫家庭做家庭的即个主妇，还是伫社区，甲人咧做伙运动，还是去甲任何学校，这个所在，就是咱要为主服侍做工的所在。所以，咱若将即个礼拜的次数来做一个调整，咱就会当知影。其实每一天拢有意义。当咱参加这个礼拜，是安怎上帝甲咱讲，拜一甲拜六爱好好啊做工课，总是礼拜咧，爱安怎？来到倒位？礼拜堂爱做礼拜，毋是因为上帝爱咱来遮吹冷气休困啊，是因为上帝爱咱来伫礼拜的中间，定心得到医治，定心得到透放，咱才有气力会当伫拜一甲拜六面对咱即个世界所有的挑战。所以当咱安尼调整了后，我相信咱每一礼拜咱拢袂欠息，对无？阿妹吗？啊，一般的人拢会欠息哟。咱礼拜拢袂欠息，对无？对，哦，咱要有信心，要有勇气，就算咱伫外口，咱嘛会当参加即个线顶的礼拜，袂当讲啊，我出外我无时间无闲，就算伫外地嘛有教会啊。咱长老教会上无借口讲找无教会吼，就算你伫这个司马库斯嘛有教会啦。所以咱得爱准备心来面对咱每一个礼拜。我会记得伫我过去伫电子厂做工程师的过程，做工课压力真大，逐工得爱开即个晨会吼，爱 review 昨下遮的即个 KPI 遮的绩效。总是同事拢讲，伊拢叫我小赖吼，小赖你来拢笑笑安尼来伫公司做工课，拢袂忝的感觉。我就讲因为我基督徒啊，我有上帝会当甲我帮助，所以我每一工要去到公司吼，徛倒摆拢爱徛半点外钟，我拢戴迄个安全帽，拢伫遐敬拜俄勒，一路唱到公司安尼。有当下唱到流目屎吼，流目屎入去公司，毋是足艰苦的啦，是因为足欢喜的。所以伫即个过程，伫公司就真做公司的祝福。伫公司我嘛表明我是基督徒的身份，我无野香，总是我为公司来祝福来
祈祷，互我真侪同事的祝福，公司的帮赞。所以直到煞尾我要离开公司了后，阮的副总尤完阁敲电话甲我讲：“小赖，你之前做的都很顺利哈，你离开之后，那个机台都一直坏了，一直叫阿浪，那个良率都一直降低哈，你要不要再回来上班？”我就讲，歹势，我已经有我人生的规划，我有我人生确实的目标，因为我知影是上帝拣调我，毋是我来选择。所以伫即个过程，就真侪公司的见证甲稳定。总是伫即场的过程，咱嘛毋是拢无面对着挑战。上帝呼召使命，其实嘛是充满挑战。伫我在职的即个过程，我担任即个设备的即个组长，嘛捌拄着我的组员甲我呛声无谅解、误解等等的代志来发生。总是我无埋怨上帝，当我拄着挑战的时阵，我当伫房间继续敬拜、祈祷，求上帝互我开力，互我智慧来面对每一个事件，以及甲人中间的关系。所以，就亲像以赛亚，伊回应上帝的使命甲挑战。上帝并无甲以赛亚讲：“安尼好，从对答以后，你的即个传福音拢顺利，拢无代志，拢会得到祝福。你的即个马上教会着500人、1000人、10000人，安尼一直增长起来。”上帝敢有安尼甲以赛亚讲？上帝反转甲以赛亚怎？毋是破冷水呢，是破边角的。亲像拄只楼顶可能是咧破边角啦，因为今日有迄个儿童升级营伫楼顶安尼活动。以赛亚互上帝破足大桶的即个冷水吼，上帝安怎甲伊讲？你着爱去为主传福音，总是安怎？你是对牛弹琴啊吼！你传福音，无人要甲你听啦。你着爱去甲遮百姓传达上帝话，总是安怎？煞接遮的百姓拢会离开，煞接安怎？你的国家会灭亡啊！所以伫即个整个的过程，咱看到，当上帝呼召以赛亚的时阵，叫伊爱为主传福音，可是百姓无要听，国家会灭亡，百姓会互掠去别个国家的过程。今仔日，咱若是以赛亚，咱会安怎？歹势，拄仔迄个签约单摕转来吼，我甲你掠掉。拄仔的即个誓约无准算哦，倒带一个。咱可能会后悔对无？咱可能甲上帝讲，你是甲我迄个开玩笑吗？你是甲我讲生笑的。你叫我去传福音，你佫甲我讲，你去传总是无效果哦，无人会甲你听哦。那亲像，那下晡即个牧师长咧讲，等下礼拜三吼，恁逐个人拢摕更新去运动场，去公园，去外口的所在，去发传单。咱会安怎想？唔係啦，天氣較熱，我大概本人拢甲我 say hello 呢，毋是甲我拍招呼，是甲我講 say no 安尼。咱敢有願意的心，有願意為主去服侍。今仔日教會若有事工要愛咱做，咱敢會想講這過去我10幾年前都做過啊，無效啦，無人要來信。還是咱會想講，你敢知影咱今年的有算已經崩壁呢？袂當做啦，這愛開錢袂使。咱可能有真正的理由來拒絕上帝的呼召，咱可能有真濟會拒絕上帝的這個原因。無論是過去的經驗，無論是咱家己的心，無論是咱可能用結果來看這個事情。各位兄弟姊妹，上帝安尼甲以賽亞講，愛傳福音到什麼時陣？到你的國家、你的世界，攏無人的這個過程，那安尼咱要擱傳無？咱信約耶穌甲門徒呼召的大使命是啥物？
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直到什么？直到地极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一直到世界的落尾，一直到主耶稣过来的日子。所以咱传福音敢有退休啊？咱传福音敢有年岁限制？咱传福音敢有时间的限制？咱要一直传到什么？传到咱见主面的迄天啦吼，传到咱断开的迄天。有人伫病房倒咧时阵，佮传福音呢？敢有法度？会啊！只要咱会当讲话，咱会当甲隔壁成功，你都爱信主耶稣，因为我信主，所以我毋惊面对我人生的结局。你若愿意，我带你来做伙祈祷，咱敢有这个勇气？所以，什么是使命？使命毋是看结果，咱毋是想讲啊，这个结果一定是安尼，咱就无去做，无去传。使命是咱来看上帝要爱咱做啥物。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一个街头，一个人坐伫遐，甲人讨食。这时阵啊，当顶落行过，互伊一个肉包，哦，食了真欢喜。佫无够，佫坐伫遐。这个时阵，房顶落行过，佫互伊一个肉包，哇，伊嘛食真欢喜。总是有缘，佫坐伫遐，一直到最后一个人，这个秀美老师，哦，就有疼心的，嘛摕一个肉包互伊，我食了真欢喜，讲啊，感谢我吃饱了，我要走了。请问，倒一个人做了较好？倒一个互伊肉包的人会当得到上帝的欢喜？第一个吗？还是最后一个？可能咱会想讲啊，最后一个啊是秀美老师，因为伊食了后讲哇，我饱了，我可以离开了。总是咱爱想讲，若无头前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真有疼心的兄弟姊妹愿意互伊即个食物，伊敢有可能食到第五粒？伊讲伊饱足啊，因为伊永远食袂到第五粒，对无？第一粒拢食无。所以上帝安怎看咱人为主来做工，毋是看咱做的即个结果。可能咱为着即个囡仔来服侍，就亲像即2天美比谷的升级营，换张陪因去清大去闯关呢，亲像迄个咱有看迄个电视的节目安尼吼，即个歌星明星安尼走规场的，我昨看我的即个手表，哦，即个。万几步啦，要2万步吼，转来险啊昏去，佮紧走去敬拜团，佮参加敬拜吼。我就一边敬拜一边困去安尼啦，因为我坐伫迄个下骹，尾仔清醒了后讲，换我吼。好，所以这是一个真了体力的过程吼，特别是陪伴或者的志美社。咱是毋是会想讲啊，这浪费时间啦吼，因遮毕业了后，就毋知去到倒啊，就亲像遮个大学生吼，有诶去到屏东啊，有诶去到台东，有诶去到台北。毋知咱家己饲饭了后，伊敢会转来甲咱说感谢？咱敢会想讲咱诶囡仔，咱甲养饲了后，毋望伊阁转来甲咱说多谢？吼，毋好安尼想啦吼。若安尼想，你会想甲迄个动脑筋吼，想甲迄个起性地起来。我这个不好囝拢无转来甲我看。即马养儿毋是防老啦，即马养儿是爱互伊会当独立生活。所以咱着照顾遮囡仔，陪伴遮囡仔，毋是要互伊转来甲咱说多谢，是爱互伊会当独立成长，伊的生命改变，真做上帝所采用。咱若愿意安尼服侍，咱教会志美社，无论是幼儿，无论是青年，无论是咱上人，咱拢愿意有一个服侍的心，毋是干那看结果，因为结果是在伫什么人？上帝，毋是在伫咱。咱服侍伊是一个过程，是互伊食物，互伊伫即个一个安尼甲伊养饲的过程，互伊慢慢成长，最后
有一天伊讲：“主，我愿意为主来服侍。”最近陪伴青年的过程，我嘛真感动。伫因一开始可能无啥物这意愿继续服侍的过程，总是一届搁一届，互因的性命得到更新；一届搁一届，互因知影信仰的过程，毋是一个形式，是互因的性命会当改变形式，真做会当互人拥饲、为人拥饲的这属灵的爸母。所以，这青年伊甲我讲：“牧师，你若有需要，你若愿意，阮愿意继续来服侍。可能伫即个阶段，大学生较欠少的过程，我毋望会当建立即个学生的团体。有青年甲我讲：我愿意，真做即个同工，真做服侍者。其实伊一开始是无啥愿意，总是伫即几礼拜，或者会陪伴了后，伊愿意徛起来，真做别人的同工。所以，各位兄弟，咱今仔日到底为虾米要来参加礼拜？毋是因为牧师交代，毋是因为长老会点名，毋是因为敢若咱无来，咱的良心过袂去，是因为礼拜就是服侍。礼拜英文 service 什么意思？服务啦。什么人是服务者？毋是坐伫外口遐招待的同工，毋是坐伫台顶遮的服侍的同工，是咱每一个行入来教会参与礼拜，拢是教会服侍者。今仔日咱专心听礼拜，参与礼拜。今日咱愿意开喙来祈祷，来吟诗唱歌，咱就是教会服侍者。因为咱是服侍上帝，咱是要荣光上帝的名。互上帝荣光光照了后，咱会当心得着透放，得着灵敏了后，咱搁一届愿意为主做工。所以咱的服侍毋是看人咧做礼拜。哇，今仔日黄牧师无伫咧，感谢主，我会当请假。今仔日哇，即个牧师讲道我无介意吼，我着偷偷去隔壁做礼拜。咱今日来服侍，毋是为着啥物人，毋是为着啥物原因才来礼拜。咱来礼拜是因为要回应上帝对咱整个的听，咱有一个回应的心，愿意来回应主。所以，咱毋通因为人的批评、人咧看，咱就想讲哇，安尼我无爱服侍啊。顶礼拜可能唱歌唱了走音，哇！即礼拜我讲我不爱唱歌，我不爱吟诗啊，因为我无够资格。咱敢会嫌咱的囡仔讲伊唱歌五音不全？袂嘛吼，咱会讲哇，足好听的。虽然走音，咱嘛是会甲拍扑啊讲真好，搁唱，我搁要搁听。所以上帝对咱的服侍嘛是共款啊。上帝袂甲咱批评讲啊，今仔日倒位服侍做了无好。上帝只有看咱的心，咱是毋是有专心致意要服侍主，还是咱甲咱应付？那安尼上帝就会甲咱责备，因为咱应付服侍。所以咱千万毋通因为人的压力来失去了起初咱受上帝警调迄种的疼心。咱得爱忠心转来到上帝面前，为主服侍，为主来回应上帝的听。那安尼，上帝一定会甲咱报赏。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毋茫透过今仔日以赛亚受警调的经文，咱毋但通了解整个长老教会礼拜停事的意义，咱可能做礼拜真久，拢无了解，所以感觉也要礼拜是。总是今仔日咱知影，咱参加礼拜的目的，毋是要真做咱的同担，毋是要真做固定的形式，因为咱是要来领受上帝的福分，咱是要来领受上帝大大的使用差遣。所以整个礼拜的目的，
咱通做伙来看，是要互咱会当甲上帝相拄，是要互咱经历上帝医治赦罪，是要互咱拄起重担的过程。如果今仔日咱参加礼拜，咱无甲上帝相拄，咱敢若拄久。如果今日礼拜，咱无经历上帝医治甲赦罪，咱认为家己足有才调，咱搁较骄傲。如果今日的礼拜，咱无拄起重担，颠倒是排几60斤转去厝内，安尼今仔礼拜对咱来讲，就无有任何的意义啊！上帝毋让咱伫礼拜整个中间，无论透过诗歌、透过经文、透过讲道，会当经历上帝的疼。透过这个过程，整个礼拜天数，咱得到上帝医治，咱疗赦别人的罪，咱疗赦过去捌甲咱伤害的人，咱愿意甲伊讲，我愿意继续甲你做伙同工。咱疗赦过去误解咱人或者的兄弟姊妹，咱愿意甲伊讲，主疗赦我，所以我嘛愿意疗赦你。咱过去的服侍可能重担真重，特别是过来要进入圣诞节期，咱有足侪服侍。过去的失败、过去的经验，可能抵到咱无愿意服侍，咱愿意甲主讲：主啊，请你帮助我。主啊，请你搁一解，互我的心柔软，毋是硬心，毋是因为过去的失败，就认为无可能。我要请问咱的兄弟姊妹，咱服侍会开来为倒会来？咱服侍是因为什么人真做咱的倚靠？敢毋是咱的上帝吗？敢毋是万军的耶和华创造宇宙的主宰吗？咱的上帝敢是无灵的上帝？咱的上帝敢是要互咱做白工的上帝？如果是安尼，咱安怎来回应上帝的疼？如果咱对上帝有信心，咱是毋是愿意要继续回应上帝对咱的敬调，而且愿意谦卑学习以赛亚委身的心，勇敢回应上帝，甲上帝讲：主，请差遣我，我愿意为主去。各位兄弟姊妹，邀请咱会当做伙将咱的目睭开起来。在这个过程，我毋望咱好好啊来思考，伫咱过去整个来伫教会礼拜的过程中间，咱用什么心来调记主？咱认为礼拜是一个天数吗？咱认为礼拜只是一个基督徒应该爱尽的本分吗？咱认为礼拜只是应付上帝吗？咱敢有伫礼拜中间，甲上帝相拄，经历上帝的疼？过去咱伫服侍的经验，若咱认为我无力啦，我足忝的，我无想要搁服侍啊，我想要休困。上帝，我知影今仔日你呼召众人，总是你莫呼召我。上帝要甲咱讲，上帝的呼召毋是干那针对某一个人，上帝要呼召，毋是干那全时间的传教者，上帝要呼召的，毋是特别的人。咱可能有真侪理由讲，啊，我有家庭爱无用，我有工课爱无用，我有事业爱无用。上帝啊，你等我退休，甲我呼召。上帝啊，我搁少年，你呼召别人。各位兄弟姊妹，上帝的呼召是全信徒的呼召。上帝要找的工人是愿意谦卑服侍主的人。上帝毋是看咱的身份地位，上帝警告咱
是因为咱的内心。就亲像耶稣竞选门徒，有掠鱼的，有革命分子，有抽象的，拢是这个社会改善，互人看轻的。上帝今仔日，互咱有机会来伫咧教会礼拜，毋是因为咱有啥物才调，是因为看到咱谦卑、愿意服侍的心。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经文毋是干那甲先知以赛亚讲的尔，毋是一个历史的参考册。今仔日经文是要整个对咱正会友兄弟姊妹，上帝对咱的呼召，呼召咱去到咱的家庭。若是咱是家庭主妇，去到咱的学校；若是咱是学校的老师，去到咱的职场；若是咱伫公司做工课，去到社会所有大家乐，无论伫啥物所在，今仔日咱徛起伫遐，迄个所在特别真做上帝呼召咱传福音的合场。上帝毋是干那呼召咱人专职去读神学院。上帝要呼召咱，是伫每一个礼拜，上帝都呼召咱，互咱为主差遣，去到上帝所差派咱生活的过程，为主做见证，互咱周围的人、咱厝内的人、咱的同事、咱的同学、咱的员工、咱的主管，若爱袂认捌主的，咱用欢喜的心为主做见证。互咱伫职场、家庭、社区、社会，拢会当真做光、真做盐。咱就是合主心意的工人，就是现代以赛亚。各位兄弟姊妹，伫咱今日明白以赛亚受主警调的过程，上帝要过一摆由愿，咱每一个人来做出即款的呼召。当上主甲咱讲，我通找啥人，啥人肯为着阮去？各位兄弟姊妹，咱安怎来回应上帝？咱要安怎来回应上帝？咱要安怎来回应上帝？若是咱愿意，希望咱会当为咱的座位徛起来。若是咱愿意，我邀请咱的会友、兄弟姊妹，不管是你第一摆来，还是咱伫教会坐时间，若是你愿意，咱毋是干那来做一场礼拜，愿意伫咱的职场、家庭、学校、社区，真做光、真做盐，咱为咱的座位徛起来，咱目睭闭起来，毋免去看隔壁的人。毋好甲上帝讲啊！你是呼召隔壁的人，毋是呼召我。咱家己对家己的内心讲话，咱家己对咱的家己内心来回应上帝，这是咱家己回应上帝的过程，毋是别人，毋是隔壁的，是咱家己。咱甲上帝回应讲，如果咱愿意，咱徛起来讲，主，请找我。我肯为主所采用，主，请使用我。虽然我无完全，虽然我是同罪的人，总是主你愿意使用我，互我会当伫教会、职场、社区、家庭，真做光、真做盐，为主所使用。若是安尼，咱会当徛起来，咱做伙来做一个祈祷。主啊，主啊，我是同罪的人。我知影我的软弱，我知影我的无够野。今仔日我来伫教会，毋是因为我有才调，毋是因为我比别人较圣洁、较讨主的心，因为我是同罪人，佮活伫同罪的世界。我知影我伫主的面头前，我虽然并无资格徛起来，总是主，你看重的是我愿意。认罪悔改的心，我愿意为主所采用。今仔日求主，亲像呼召以赛亚一样，共款赦免我的罪，互我伫即个喙唇无清气的人，佮活伫喙唇无清气的世界中间，
我通得到主的赦免，我愿意为主所差派，去到我所属的这个所在，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我伫家庭爱真做厝内人的帮赞，我伫教会爱真做服侍者。看到姊妹时，我愿意主动去关心、去帮赞。我伫职场，我看到同事、主管因伫压力的中间，我愿意私底下为因来祈祷。我看到伫这个社区有侪失丧的灵魂，无人关心、无人注意的过程，我愿意用福音单摕互伊，安慰伊的心，甲伊讲：兄弟姊妹，今仔日我无熟悉你，总是我将主的疼分享互你，愿主耶稣的恩典甲你三角地底。如果你愿意，嘛邀请你来到伫教会，咱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主耶稣，主上帝，这是阮的祈祷，这是阮谦卑伫主你的面前回应上帝听的时刻。因为阮愿意回应主，阮愿意勇敢伫众人甲上帝面前勇敢徛起，甲主讲：主，我伫遮，请采用我。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心，甲咱三甲地底。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圣尊名，阿门。咱将荣光归给上帝。好，我又请坐。望咱。毋好袂记哩，今仔日咱对主的回应。伫礼拜三，咱有缘爱为主来做工。望咱兄姐会记得咱拄则伫上帝面头前的回应。即粒咱要来唱回应的诗歌，圣诗540首，主地叫咱人，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即粒咱实现的兄姐来奉献。地甲地上的万米，拢属上主；世界甲点伫以下的画面，嘛拢属伫伊。伊互地放伫大海的顶面，将地基下伫深海。
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感谢你拣选何调阮，因为你咱会当三角来敬拜，三角来聚会，三角来服侍。主，搁一摆感谢你，阮将我的金钱，将我的才能，拢献上，献上为主做工，因为这一切拢是主耶稣你所赏赐。愿主耶稣继续祝福咱每一个伫公园教会兄弟姊妹，互咱的事工会当顺利。安尼祈祷，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对，请坐。即个要来报告，今仔日毋知有新的朋友来到伫咱中间无？好先来欢迎今仔日新的朋友啦吼。有一位是李洪生，好，咱拍拍啊欢迎吼。咱嘛会当继续来关心欢迎做伙来参与礼拜。接下来阁有信望爱教会的兄弟姊妹吼，坐伫即个后壁吼。咱请因徛起来吼，大家甲因拍扑啊一个，因较歹势啦吼，甲我共款吼。好，咱周围的人嘛会当甲因欢迎吼，欢迎因来做伙参与礼拜吼。咱请周围的人甲因握手吼，也是甲因讲平安欢迎恁来，愿上帝赐福恁。阁有一个要补充的代志吼，就是咱吕正辉干事吼，伊到即个月底就申请退休啦吼，所以今仔日是算伊最后一个主日礼拜吼，参与伫咱中间吼，毋知伊敢有伫遮，好，无咱就原感谢伊吼，这14年来吼伫教会服侍吼。那伊大部分拢是负责总务关怀组等等的遮个事工的遮个协助的干事吼，嘛多谢伊这14年的调磨吼，咱犹原拍扑啊感谢伊吼。伫拄则礼拜我有甲讲吼，虽然退休，但是咱为主做工袂当退休啊吼，犹原爱为主服侍吼，所以嘛鼓励伊阁继续来伫教会为主来服侍。好，以上。这我来报告，那是报告，因为我本身那是执着长老吼，所以全部都我来报告就好。第一项就是咱伫8月31拜六暗时6点到8点半，咱公园运动团契有举办一个活动吼，举办一个活动，请咱兄弟姊妹伫607的教室。兄弟姊妹会当来参加吼，这是伫分享有关系。咱若咧爬山的时，免准备物件，啊是伫爬山的中间有啥物见证吼，内底阁有生命的见证，阁有杨国老师会介绍咱迄边仔看到遐花啊、遐草啊，叫啥物名？吼，这种伫顶面拢有说咧。第二项团队组，就是我即组啦吼。伫9月14，咱要举办一个牵手爱无限，就洗手爱无限的一个福音活动哦。这个活动上最后，咱是邀请咱教会附近4个里的主会家庭慈惠的家庭来到伫咱中间。中间所以咱差不多有邀请将近70个朋友会来到伫咱教会。所以，咱需要是真侪同工，会当伫迄个中间，会当陪因，甲因做伙讲话，将福音传互因吼。所以，阮伫今仔日下昼12点半
有要做同工的训练。这训练的内容上主要是伫甲遐同工讲，到时咱面对一个无熟悉的人，咱要安怎甲伊讲话，要安怎将咱的福音有步骤啦吼，一项一项甲因讲。当然毋是介久的时间，互因会当了解。最后咱要哪为因来祈祷，还是要带因来做决志的祈祷。所以今日第迄个今仔日伫办的要互咱训练的内容，就是对同工做这训练。当然，咱兄弟姊妹虽然你毋是同工，毋过你若要来参加，阮嘛是真欢迎吼，欢迎你来。后礼拜日。教会有邀请伫咱遮北港台7楼甲8楼港台毋是牧者，伊是一个老师啦吼，就主义婚姻家庭事工的发展协会，这是一个婚姻家庭的事工的发展协会一个马英莲老师吼，伊要来遮讲道。当然，咱煞咧有影会啦，毋过这是以后的代志吼，所以。若要参加，我知影，若要参加你宴会，一定爱翁仔某做伙来参加。你家己一个人要参加是袂使吼。好，佮刷落来。刷落来，这是伫9月28号拜六下晡3点至到5点吼，咱有举办一个巧克力人生的福音茶会吼，所以会当咱兄弟姊妹会当邀请咱家己熟悉的朋友来到咱中间参加这个茶会。这是咧教人DIY 啦，免啊做巧克力啦，吼，教巧克力。当然有一寡生命见证伫中间吼，所以费用是100块，佮刷落来。咱圣诞节节期虽然还佫有几个月吼，毋过咱已经开始咧准备咱圣诞节庆祝的活动吼，所以咱伫后礼拜日9月7日，伫台语礼拜以后要调去东港。会准备要庆祝咱今年的圣诞节活动。过来，咱美美谷的家庭日吼，伫9月7日拜六吼，什么郭贝亲子休闲农场，这毋这一堆吼，费用是500块啦吼。若要报名，会当甲咱主日的同工报名。伫9月7日有一个休闲农庄的家庭日活动，就是咱的每笔个囡仔会当甲因家庭的许大人吼做伙来参加，这样是福音活动的一部分吼。过落来，咱最近有要举行伫9月7日就是后礼拜吼，有要伫咱2场的礼拜中间要举行咱的圣餐吼，举行圣餐，也是有人要受洗的，拢伫中间要举行。所以你若有要受洗，兄弟姊妹会当甲干事报名咱有一寡课爱先上吼，或者要受洗的人事先会当来了解，讲你要接受这个信用做你的一生的信用，接受耶稣基督的活命做你一生的活命。你伫要做这种决定进前，你爱先了解讲这个信用到底是什么款的信用。忙安尼受洗了，我想讲，哇，这个我想的当初想的拢无共，我不爱。吼，阮片面有这款的情形啦，吼，安尼就较可惜吼。所以若有会当先报名上课了，你确实了解这个信用，能够来决定吼。中集会伫9月7日台语礼拜以后，要调去咱的中集会，请咱中集准备吼，备办心。佮说了，阮都标做只要真理的课吼，只要真理的课，伫8月如果就是咱说咧有差不多还佫有7礼拜还是6礼拜的时间吼，伫每礼拜日中昼12点半到14点，这段是新。今仔日是新的生命，甲新的生活吼，这是咱上面牧师在上的课吼。每礼拜4上午10点到11点半，已经伊较早头前一课吼，第3课已经上第3课啊。认捌耶稣甲救恩吼，这是咱牧师在上的课。
所以兄弟姊妹，你若有要对咱的信仰有较进一步的了解，会当经时间，因为伊个内容相共的吼，经时间看你是拜四来上，还是礼拜来上，拢会使。好，搁落来。咱新竹迄个新竹区的赞美操的训练的一种认证，就是一种有证件的啦吼。这边是要认证有，互咱有证件的。伫咱公园里的民众活动中心伫后壁啦，伫咱的体育街后壁所在，伫礼拜四13点1点半到4点的中间，费用是1000块吼。拢总有9月1、2、3、4、5、6、7 9月10月总共有7场吼，有7场的时间。所以咱兄弟姊妹，你若对赞美操有兴趣的人，你会当来认证吼，认证。好，搁落来。教会消息，咱今仔日咱牧师去伫迄个新德教会吼，新德教会讲道啊，是说要助力的小会吼，因要开小会。好，搁来。新德中会台德教会，因有建堂吼，今仔日是献堂的到问礼拜。啊，8月25就今仔日啦吼，下昼3点。啊，咱的草驴教会，因为咱是的副牧师是咱伫咱长老教会非常久的一个老牧师吼，伊进庭退休吼，会到问礼拜。哦，总今仔拢伫8月31啦吼。伫8月31拜六，下晡是10点。佮刷来新竹中，佮刷来新竹教会，因的牧师新来吼，新的牧师吼，因的牧师林定禄牧师，甲教育牧师梁佩玲吼，这传道师蔡明启吼，他要封立。他们的传道是要封立成为牧师啦，要封牧吼，封牧了，伊要甲派去南寮教会，这个问礼拜，伫9月22下午3点。好，过来，好，以上的报告咱就到这吼。我说你有要补充无？我看有补充，无吼。我咱来做伙吟祝福甲找肯。甲找肯吼，祝福毋啦，祝福各找肯。的诗歌圣诗403首，咱会吟圣诗403首。主找肯我，请咱起立吟全首。主找肯我。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当主咱人呼召讲，啥人肯为着我去？阮愿意勇敢回应主的呼召，讲主，我伫遮，请找肯阮。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心相通感动，甲咱众兄弟姊妹同在，对职业到永世代保证。阿免。
真济，请咱绿岛避花。